迎接超高龄社会老年人口一直增加，如何提出友善的高龄政策？议员辛家宏伫总日巡已向市府建言，其中伊表示，踮伫社会福利等一项指标拢是六都第一，加上长期照顾的涵盖率超过91%，已经连续3档摕冠军。为了方便整合各项资源，并疏解现有社会局的业务压力，和社会福利工作更精致化，所以建议市长需可成立长照处。你这个部分，未来明年你的任期，你有没有想要成立长照处来提升我们长照服务的部分？我跟议员报告，我们现在的员额都已经超标了。未来因为捷运要开始规划动工，所以像捷运，现在捷运处才只有14个人，14个人啊，别的城市的捷运处都上百人了，所以我们可能也会调整。那所以说，未来的人可能要成立长照的专责处的这个可能有困难，但是我们还是要从现在的努力看看调整看看。好，因为实际上就现额的公务员调整了。是啊。当然，讲到社会福利，咱的中央敬老礼金甲其他六都比起来相对较少。伫这会期有侪议员发声争取，议员辛家宏嘛无例外，希望市府按年龄增加来调整礼金的金额，临时65岁到99岁拢是1000块。台南新闻，阮子林英根采访报道。